那怎么有双男士的运动鞋啊？这个呢是上次搬家的时候，就那个师哥落在我这儿。哦，师哥也喜欢穿一双带一双啊。这每个人呢，他都有每个人的生活习惯，不行吗？啊？这样啊？好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你觉得我会信？干嘛？这是我家。陈雨川，走。你闹够了没啊？真没人。你得了啊！哎呦，烦死了。是不是没人？在这儿吧你。看，好了，没有人，你赶紧回你的学校宿舍睡觉去吧你。哎，不许进！这人是不是就藏在这屋里呢？哪有什么人呢？我告诉你啊，陈一川，你别太过分，我现在很生气。很生气啊？你是真的生气，还是紧张我会在这屋里发现谁呀？我怎么紧张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就是严重的侵犯了我的隐私权，我都可以报警抓你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行，那你报呗。你看警察来了是抓我还是抓你屋里的人？陈老二，这里面要是没人，你怎么跟我道歉？要是没人啊，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。哎呀，够了！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回你学校去！哎，蒋正涵啊！哎，陈一川，你干嘛呀？你还搜我厕所？你够了没？这是女孩子的房间。没有吧？你干嘛呀？哎，女孩子的衣柜是你随便能开的吗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说实话的机会啊！我不应该啊！现在你可以滚回你的学校宿舍了吧？我不回。你不是说什么都听我的吗？那我也不回啊。行，这次算了，下次别让我逮着着。把手给我赔了，买一个一模一样的，拿回去。蒋然，蒋正涵，在哪儿呢？蒋正涵，在这儿呢。啊！你说我俩明明就是正常的男女朋友，为啥要搞得跟偷情一样呢？为了我们的最终胜利，我就只能先委屈你玩一段时间的躲猫猫啦。我太难了。哎，时候不早了，你该走了。你这就和我走啊？走吧。我觉得睡这挺好。不可
可以。我觉得是这不条。行，走吧，走了。那我走了。我真走了。我真的走了。走吧，赶紧走了。今天这事儿，你千万不能告诉你老公。快走吧，别被你老婆发现了。